1650嘅泥地大熱係14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埋邊啊，廣林福將中間新二馬艾利奧黃腳立外邊兩隻啊，藍衫電信巴打最出黑衫紅眼罩，仲有勁進巴內欄呢，咁啊粉紅衫灰馬，仲有都靈福星啊，出邊走咗上去尾四呢，咁啊綠衫粉紅帽就魅力寶區，後邊三隻聖意浪漫老窩暫時殿後係精彩動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電信巴打仲係自己放嘅，新二馬就向呢個第二位，外邊第三位有勁進光輝啦，廣林福將埋邊第四。騎緊咯喎，打緊啦，再揈出去外邊噶嘛，有天威啦，出邊魅力寶區啦，攞出去外邊呢，仲有聖意啦，精彩動力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電信巴打有啲驚喜喎，接嚟一個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中間天威上緊嚟，入邊有新二馬，最出嗰隻係聖意啊，最後100零米，電信巴打依然係佔先啊，中間天威上咗嚟，入邊係新二馬，出邊係聖意，最後50米到，電信巴打入邊，天威外邊追咗上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第3名。係聖意，第4名呢，埋邊位置新二馬出邊追上嚟，灰馬都靈福星啊，一路都係電信巴打佔先㗎啦。天威上嚟過嘅時候，但係終點嗰步呢，入邊電信巴打又壓翻落去，有得影喎，埋邊電信巴打出邊天威。